没问题，就没不开闸。侬开闸，飞面话和渔民的到怎么开闸？飞面话是开闸。把买滚买面餐，带着家族证，要落买肚还牛，根本搞的。做个买，一个消费者合资出来话，做家证，做家证要落不得，要落买肚。落买肚，落买肚，还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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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，我呢？找个买一道买一金收费讲金收费者费合资错的时费合资错的话。错的话，呀，落买肚，还牛，根本。果令买以金收费合资错的话要落买肚找不到还两盒呀，根本跟皮也找不到证据跟皮，根本果令告他卖乙就是2，乙一收2个技术费是合作错的话写出的话。要落买肚还能根本果令卖已经收费合资错的话，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誓不答应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宁宁波海，海来不免平